每一天，牧师家己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8月15，诗篇145篇，一直安尼讲：我的上帝，我的王啊，我要尊你做至权。我要永永远远称赞你的名。三个来祈祷，我要尊你做至权的天父，我感谢你，主啊！你是永活永在的上帝，你是慈悲怜悯的天父，你的名在全地皆通意爱，你的权能运行在地上，你的信实达到强强。你的作为奇妙通行位，你的意念是阮无法度测度的。主啊，我要日日保养你的所行，我要时时称颂你的所做。因为你对阮的心意是极其的好，主啊，虽然天地会废无，万物会变换，人心会改变。总是你的信息永远建立，你的慈爱永远伫地。我的上帝，我的王啊，我要尊你做至权。我们永永远远称赞你的名，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